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上任之後，立即引起全球關注。佢係日本史上第一位女首相，喺重男輕女、派系盤根錯節嘅政壇殺出重圍，本身已經係一場改革。外界話佢係安倍經濟學2.0嘅接班人，但係佢面對嘅其實係一個被通脹綁架嘅國家。日本央行喺2024年正式結束負利率，2025年加息至0.5%，係17年嚟首次回歸正常。但係經濟依然乏力，日元貶到150yen對1美元。能源、食品全線加價，通脹2.8%，實質薪金連跌1年。民眾雖然終於見到加息，但係荷包仍然縮水。市場預期高市早苗可能再次印銀紙刺激經濟，令樓價、物價繼續上衝。但佢同時強調要令女性成為經濟主力，或者係想將寬鬆由貨幣政策變成真正嘅結構改革。佢仲邀請埋競爭對手小泉進次郎入閣，可見佢想以團結換取穩定，重塑一個可以承擔風險嘅日本政府。對日本嚟言，印銀紙救國可能係止痛藥，但係真正嘅復興要靠信心、結構，以及係一位敢於押上自己政治命運嘅領袖。Follow我哋了解更多。